无要紧，伊什么意思？即马讲话拢爱安尼，哎，各位加日本人爱用，爱安怎？就是爱安尼。安尼，因为有人讲咱即句讲话是毋是愈来愈紧？我大佬是无法控制啊，我就是要安尼，我都袂聊，拄则安尼讲话都艰苦的呢，我可能个倒啊变过哦。你讲我懂？我尽量。我讲你像我拄则安尼讲话，你讲爱安尼讲话，讲到没有可能带个节目出掉啊。是无？好啦，见，先开始啊，好啦，安尼就好咱继续跳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的台语词。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的，听朋友你敢有听出阮开场有无共款？敢若我也无共款。还有听众朋友找看卖啦。好哦，好哦。哇，找看讲倒位无共款安尼啦。嘿，咱开场有较短哦，因为一般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嘿，差一点仔尔，对差迄点。对，就是你平时你有讲无讲所以应该是无尴尬。我本来想讲你讲你要改有无？我想讲哇，这过6季啊，总算要改啊，毋知要改啥，我总欢喜的。叫你今日看到想讲，无啊，我迄天就讲改较短尔，就是安尼。我就是会有啥物事的变化，无呢。好，我就是一个就无聊的人。我讲你若是无聊，嘛是爱你啦，好不好？多谢。莫客气哦。除了爱你以外，咱佫今日要来讲一寡别个爱的物件。好啊，要先讲咱的，还是要先听众朋友的？当然嘛是投稿的啊，投稿的先就对啊。对啊，好啦，因为较重要。什么意思？我也无重要是无？啊，咱本来就是要念大家写来的物件，就是念大家写来的物件，但是我嘛是一个人啊，我嘛是会使表达我的物件，我只差无用字甲写出来的。咱插回啊伫内底啊。哦，好哦，互你时间讲啦。好，谢谢。安尼你先开始好啊。好哦，好，来头一位是咱的空空啊，搁想要唱啊？我有忍耐，甲迄个歌词哦，可能心内。嘿，多谢你的忍耐。讲到这，爱就先甲空讲。咱顶一届空问讲要好问伊着，我问讲空你有名无？对。空我毋是问讲你是一个有名的人，还是无名的人？阮的意思是讲。你甲你的名甲阮讲啊！你甲阮讲你叫啥物名？你啥物单位？啊，阮才会使甲主管讲。哦，阮想要请一个来宾，创啥，伊一个创啥？对，你的背景爱小可讲。对啊，无你，阮甲主管讲，主管要请一个台南的空。伊想讲，即两个主持人空到底想叫是空。对啊，你安尼，你有名无？有，虽然讲是两种啦，好啦，你若是做有名，我嘛做欢喜的，但是你无名嘛无要紧，好无？你无名，你甲我讲你叫啥？你若是阮要找人都会当啦。对啦。好，后边白白您好，台南的空过来啊，就欢喜第6季开始啊，我思念的后边甲白边，咱个会当伫山顶来见面。我是一个就爱食四小的人，为细汉我会晓讲810箍，若一工食3顿，佮爱有四小啊，一直对我到大汉。讲到四小啊，我就爱食海味的呢，不管是鱿鱼丝、刷鱼丝、葱仔汤、虾饼、虾条。努力，我拢足介意的。一直到即马，我做2个囡仔的老爸，拄着囡仔的校外教学，我带因去买四小啊，嘛爱帮我家己买一包。大汉查某囝定定问我讲：“阿爸，你是安怎拢要买呢？”我就甲讲：“无法度，阿爸就介意一味。”毋过为旧年开始听有声音的 Podcast， 我即马对歪嘛就有兴趣的呢。听到恁的小解网友寄来歪的口味。我就会特别注意阮遮的潮市敢有出，有诶迄口味可能是配合在地的名产，阮遮拢无呢。阁有一个真趣味的状况，我有注意到，我细汉时较爱食咸的歪，即马大汉啊，对咸的较无兴趣，拢想要买甜的呢。毋知影后边白边甲网友对细汉到大汉敢有口味的变化？差不多伫18、19岁的时阵，就会略略变化哦。18岁后边，19岁白边，恁注意看卖啊咧。另外，讲到食四小啊，恁是较介意配烧茶、啉凉的，也是泡咖啡？我拢无一定呢。手头有啥物，我就啉啥物。毋过我上介意的，也是泡茶米茶。阮家的茶果会当泡出足好啉的茶哦。
上尾啊，我要点只好药雷华，我嘛要食在地名产口味的歪歪啦，先寄一包来试看卖啊。搁有后边我要甲你讲，真欠咧。有一日我若有机会去公司待一待，我一定会砸过去。话讲到这就好啊，唔通讲伤久。等者搁出现空空的魔咒，害后边爱一直增加加大。毋过若出现空空的魔咒，我会当一直听到白变，足够水搁足好笑的。哎哟，我哪会遮歹心咧？好啊，停伫遮，欢喜拍扑啊！欢迎后边白变转来陪阮咯。大家再会，我是空空。哦，空空啊，你的魔咒哇，你一讲就水出来啊啦吼！今日的 NG 嘛是共款，真精彩啦。这个魔咒无法度解有够好脱。听的啦，有够好听的啦，好听到我拢要甲落去，你知无？但是我感觉阿塞会食错，讲你较爱空空，空空讲要听 NG 就一直 NG 互伊听。哪有阿塞啊？就会讲哈，啥伊要创啥，拢不爱甲伊创啥。安尼阿说啊，你爱加留一寡话啊，才会当听到 NG。阿塞也讲伊要听 NG，阿塞可能想要听你甲伊骂啊，还是讲甲伊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安尼阿说啊，你爱加等一寡问题。阿塞你有听到无？你顶个甲讲迄婆婆迄伊足生气诶哦。你食错啊！我来讲哦。哦，我有去看迄个 VTuber 哦，我看阿塞岛内哦，岛内，哎哟，阿塞呀，阮拢无收到你诶物件，结果你一讲讲迄共岛内，就是咪阿塞，你安尼讲对。你真正迄小妹哦，你莫当做我毋知哦。哎呀，阮拢有咧看哦。你搁有寄迄手写诶批过去哦。好阿塞，你安尼袂当啦。情圣史歌嘛吼，处处捞心嘛哦。不爱甲伊讲话，不爱甲伊讲话，咱先甲来空空讲话啦吼。空空较爱咱啊，阿塞也莫甲伊讲话啦。空空，你即条批只有一个 bug 咧。你讲你为旧年开始听这有声音的 podcast， 我想讲奇怪，倒一个 podcast 无声音，你知无？你有感觉无？结果原来是有声音的批信啊。嘿啦，好，伊问咱讲，为细汉到大汉食的口味敢有无共？有啊，你是细汉较爱食甜，还是大汉较爱食甜？细汉，细汉，我嘛是呢。对啊，就囡仔人啊爱食甜的。即马大汉了，食甜的了，甜的食就胃的。一车生是叫，就咸的啦，就咸的。胃做做一车生，这时阵就爱啉。哦，还要拍广告。但是我自细汉就爱食酸，是哦，我对酸无介意。有外酸就食外酸，规粒柠檬对，有一阵仔做变摕态来揢安尼哦。无甲揢来揢，但是我会甲伊切安尼薄薄啊，用一片一片含咧安尼，我就爽。夭寿，你的喙齿有要紧无？所以才无喙齿。听没有？你乌白阿嬷就是骹无法度行嘛，无喙齿通播完。你是倒加喙齿就对啊。无啦，讲算笑的啦。但是阮老母看你食迄柠檬啊，是讲我伫啉迄醋，你知无？因为你食火锅是阮啥物物件？沙茶啊？无呢，我较爱阮豆油。你是豆油派诶，嘿，我是乌醋派诶。而且一定爱乌醋啊！着你使物件无乌醋，我较爱迄间蓝醋，其他诶无法度。我鸡甲面线若是蓝醋，咱迄员工餐厅有无？啊，还有迄下骹迄几啊间食饭诶啊，伊就甲伊讲我要爱伊就一般伊就是安尼水一连有无？对。啊，你就甲伊讲乌边要爱安尼。问你讲有够无？钱无甲你骗啦！我讲真诶啦，互人记掉掉面线糊，因为伊想讲奇怪，买一碗面线糊，讲搞安醋倒半罐去。我迄个生做甲人无共款，我会做乌诶。而且我真正毋是讲我会去食鸭肉羹有无？对。鸭肉羹迄间醋，这袂使拍广告，伊即摆改名吼，迄醋我你讲，我会安倒到甲迄规碗羹拢变做醋诶色水。是哦，外酸食外酸啦。阮老母迄当阵就讲哦，你这胃一定害去啦。结果迄当阵胃也袂害去，啊，你即马较无你食醋啊，就胃就害去。那安尼是毋是伤久无食，我胃就无用啊？安尼你家己爱炸醋啦，毋通安尼一直用人诶醋。有啦，我后尾拢有家己炸醋呢。我去食火锅诶时阵，伊现场若无，我就会去买一罐细罐诶。嘿啊，有时阵仔我册包内底有差不多有5罐。啊，感觉伤重，我甲摕起来了，叫后一摆要出门，拢个袂记你炸，所以就搁去买一罐。你就囥喺内底。我你家在迄超商拢有通卖哦，细罐诶醋。细罐诶醋足贵诶，因为大罐才50箍，啊，细罐爱35箍。啊，你买大罐啊，甲歹一罐细罐诶，囥诶就好啊。真巧呢，好，我等伊试看卖了哈。咱讲来食啦，免讲死烧啊，变酸诶。啊，你食甜诶拢咧配啥？食咸诶拢配啥？其实我对啉诶无遐尼要求呢。系啊，我就是有啥物就啉啥物啊。哦，我就莫加贵就好啊，加贵诶时阵啉茶嘛会使啦。系啊，吞会落就好啊。但是有当时啊，食迄足甜诶物件诶时阵，
种甜的物件，我拄仔是咪有一个片音就？叮，因为我说甜，所以我来。食做甜的物件，真系想要啉咖啡。嘿，爱配个苦苦的，对，配苦的，毋知呢，敢有要配啥物茶？细汉阮阿嬷泡的茶米茶，嘿，伊会冰伫冰箱，哦，感觉做好啉的，做爽的。食一个饼的时阵，就是爱配茶米茶安尼。对，食咸的嘛爱配茶米茶，波头刀嘛爱配茶米茶。哎，你看空空赶快，空空即也是茶米茶上好，空空即摆爱食甜好无？啊，伊讲伊配茶米茶啊，伊讲伊的茶果会使泡出做好啉的茶哦。哎，足高水的，伊的相片都加一个茶果，你甲茶果寄来啊？相阮片泡好啦，了，阮才甲茶果寄转来。啊，无茶米啊，哦，啊你茶内底放茶米哦，有听到白边指定啊？我哪安尼讲啦？我是讲伊迄相片，空空内，翕茶空空果，内真正寄来卖毋通啊。毋免拿空空，你留咧家己泡就好啊。吼对啊，而且阮甲恁分享的迄歪歪，就是因为雷华拢是去当地买的，迄拢是当地限定的啦，嘿呐，所以其他所在一定是无啦。嘿，空空你爱问雷华，讲到雷华，嗨，咱迄工毋是甲雷华讲，叫伊毋通安尼2包就寄有无？对，收量上啊，嘿呀，阮会毋甘，阮会心痛。毋甘结果你知影雷华甲我讲啥？讲啥哦，白白，我知影你的意思啊，你是嫌我无够大箱对无？好，我后盖传较大箱就寄。哪会安尼啦？恁那拢安尼误解我的意思哈？我咧5岁6岁哦，有春赶快到7岁8岁呢，结果有春即届哦，甲人无共款，有春即届2包歪歪就寄来啊。因为伊等于中华拄着迄趣味的，咱迄讲讲着迄无葡萄迄个，哦，啊，还有迄烟水的，伊看着水寄来，你知影？哇，多谢有春，感动啊虽然我还没收着，先甲你说多谢阮，咧录音的即个时阵还袂收着，收着的时阵甲你讲啊，后一集就会甲你讲啊。嘿，多谢哦，但是拄则空空问讲，差不多18、9岁的时阵会聊聊啊变化，嘿，我毋知呢，我就是有一工大汉了，我就就甜的一直食就胃安尼，有就爱改行。有人讲爱食甜是因为伊感觉伊的人生足苦的，所以爱食这么甜。之前有一个电视啊，有无？因翁有无迄？是古早人爱食甜的，毋是，之前有一个电视，因翁有甲迄因表小妹仔做伙4个字一个连续剧，啊，因老母就讲吼，心情无好的时阵，就爱食一粒糖啊，生活是甜的，未来嘛是甜的啦。你有听过即句话无？哪像有听过足久以前的一出戏，迄是因为哦，最近马拉松有伫演哦，我是迄工想讲看着，想讲这啥物件，之前听人咧讲诶，迄个讲出来啊！我甲毙掉，所以我就点落看卖，想讲哦，那安尼哈，而且因为你知啊，影讲，你感觉有道理无？可能有道理啊，因为心情无好的时阵食糖啊，可能有血糖诶，清起来了后心情会较好。因为有当时你生气的时阵哦，就是因为血糖的关系。啊，对啊，你看咱主管呐，伊无啦，无啥物意思啊，阮主管先来做好诶啦吼。我绝对无讲伊啥物袂使食糖啊，这个会使讲出来啊，拢甲讲出来啊，逼掉。而且迄因老母是迄哦，是啥？有春因老母哦，有春老是有母，春因老母，迄个李丽姊啊。是粗皮的某啦哦，哦，被盗。哦，好啦，非就是甲咱有春有关系就对啊。啊，有春的某是啥？有春的某是啥？有春的某是啥？是红茶啊，哦，对呢，你无讲我无想起来。是小兰呐。哦，你甲人都熟的哦。好，安尼刷来，咱来听后一个批。好，后一个是伊本人要念的批。大夫，大夫啊哎，哟，我伯伯恁好，我是大夫。首先呢，欢迎两位转来吼，因为虽然我无私信互恁，但是我嘛是这段时间我嘛是直直咧想讲，恁敢是迄个预算无够哈，无钱啊，节目要收起啊。所以即摆会当搁听到恁的声音真正是有够欢喜啊！先来回答恁的问题吼。迄个时阵呢，搬去加拿大，我是开普通的客车啦，总共是开5工。第一工呢开伤久，总共的是开差不多1000多公里啦，所以差不多应该是12小时吧。印象上深呢，就是阮中间要落车来去酒便所吼，哇！我落车直接卡规个软气都徛袂起来，真正是开到硬去。刷落来咧，白边讲着啊吼，阮是迄个物件先寄过，因为即边咧你会当先洗一个小的货柜吼，物件全部踢入去。搬厝的公司咧，会倒车工甲阮的物件送的另外一个组址，安尼较方便啊。
我嘛是有听过吼，就是有人是做迄款诶较大台货车啦，就家己开，甲家己诶物件，亲像迄家具啊，是别诶物件，拢总放伫顶悬，做伙开去另外你诶新诶组织安尼。即摆咧要讲囡仔时阵诶四修老实讲咧，因为阮厝内底是管就严诶啦，所以我无啥物特别爱食物件。出国了后，我发现讲细汉时阵定咧食迄四修真正拢找无诶。亲像我毋知你有食过无，就是迄个葡萄口味诶迄个曼珠甲啦黑。若是品牌袂当讲出来，麻烦咧后边甲我比掉吼。我就会感觉足奇怪，明明这就是国外品牌但是安怎找拢找无诶，足奇怪。所以若是有共款住伫迄美国还是加拿大听友会当找看觅若是你有找着吼，尤其是伫迄网络顶悬麻烦甲我讲者好，感谢，拜拜。感谢，拜拜。你无爱共回答者，你甲伊讲拜拜，咱就要结束安尼呢。会讲着迄。我嘛足爱食的呢。哦是哦，我以前坐车的时阵拢会食。你有讲规条迄？对。但是我印象内底拢短短安尼规桶安尼。无啦，迄细条的，我跟你讲细条食起较大条的无共款。无共款，对，口味无共款。敢无共款？敢毋是外口迄沿着甜甜安尼甘甘者后面无味拢共款。乱讲，迄内底拢是无共款口味哦。柑仔色就是柑仔，黄色的就是水果，粉红色就是草黄，橘仔色就是葡萄。敢无这色？有啦吼，但是大家我咧讲，大家拢上介意食葡萄的，所以尾仔伊就有出个高一个葡萄的。哦是哦。哦，拜托你是拢无咧食糖啊是无啦？就故意真食袂记得啊。伊讲的迄，我嘛足介意的。我以前福利社有，我拢下课冲去，买一条，转来上课偷食，上课食了，你分配时间5分钟食一条安尼，一节课过去了，拄一条食了，后一个下课去买安尼。你有够含的上课去食物件，毋是我惊我会困去，无尊重。我惊我会困去，所以我用一寡物件就是甲我。安尼你佫食特甜的，会长个凊管。毋是真的是我喙咧报物件，我看老师伊想讲等5分钟以后就搁食后一个，所以我就困去，都袂困去啦，买啦。我爸妈妈我是讲生笑，我敢食2工尔，我无迄，我无逐礼拜拢来食，我也无所谓啊。伊在甲我骂讲你以前用开钱开始食，所以你出去食安尼救害哦。但等下跟我骂哦，做这节目了开始一直互骂，你知道？你搁伫创啥？恁老母讲安尼？阮老母无听过。哦，安尼你较歹代志拢袂互伊知影。哦，安尼真好呢，安尼我连甲阮老母迄手机甲字条。大夫讲要问迄共款伫咧加拿大的，安尼问翁仔好啊。对，翁仔嘛伫咧加拿大。翁仔公主可能拢会拄台湾买转去啊，因为伊定定转来啊。啊，大夫无你叫伊甲你倒买啊，你互伊钱啊。安尼恁可能较方便。嘿啊，咱交一下朋友诶。到时阵听有见面会时阵，就是要去因兜。你先去共阮看觅迄个环境啥款，差不多会当准备偌济人安尼。是有偌济。讲安尼有影有证，咱就真正要去加拿大开听友会安尼。是咩？讲切啦，多谢伊甲咱回答诶。你看伊驶5工，一工驶2点钟，一工驶12点钟，落车骹拢软起来，你看。甲你讲骹会酸，你就毋是。辛苦诶呢。你就是无你驶车诶人，你才毋知影骹会酸。对，我毋知歹势。但是大夫讲，因细汉时阵厝里管真严。你即摆大汉啊，出去外口是咪美国做侪物件，头买糖啊，啥物物件，你拢有买无？但是应该较怀念细汉台湾食着诶。伊伫细汉都无食过啥，所以去遐每一项拢是新诶开始啊。但是我听讲美国诶、加拿大拢足甜诶呢。对，阮之前有人买迄加拿大诶迄饭仔叶诶巧克力豆。嘿，小甜。食一粒就爱啉一杯咖啡。食一喙啉一杯安尼，无伊就一粒踢落了，你规个一杯咖啡啉了。迄工食3粒，迄工啉3杯咖啡，个心脏噗噗菜，噗噗噗噗噗噗。这故事甲人讲，就是食一喙就好啊，坑咧，明仔载再去食呢。对啊，因诶囡仔哪会冻会了？所以因诶囡仔做耐冻啊，你拢袂晓。但是我想要问大夫遐敢有啥物特别诶肠啊？肠啊啥？好恐怖啊！伊遐囡仔食肠啊！我想要食根。这刚才加条哈，应该是免啦哈。大夫你遐肠啊？大夫你遐囡仔有食肠啊无？个有啥物较特别诶肠啊？对，你若有你再介绍互阮看。对啊，
好，免寄来啦哈，台虎免，无伊遮啥物拢无寄，你莫烦恼啦。大夫无啦，我无讲你的意思啦。你看迄罢工毋知结束未？对啊，恁安全较重要啦吼。哎，好，刷来是李世祥的爸爸，李世祥李世祥，做古锥的。对啊，我伯伯您好，我是李世祥的爸爸李希祥。这3字是用去年3个囡仔的名斗出来谐音，李世祥，请多多指教。总算是等到新一季的 Podcast 啊！去年开始听你的节目，7月份的时阵决定为头开始听，差不多用半年外的时间约到上新的这集。这届是第一届真正等1个月才有新节目，新一季的图有调整，音乐嘛有重新变过，整体互我有一种足澎湃的感觉。先来分享我的细小的经验。少年时阵，我有去日本3天度假1冬，伫台北的一间巧克力豆工厂做工课，逐工拢爱徛几啊点钟的生产线。啊，毋过大概休困的时间，就会使一直食即个不良品的巧克力豆饼甲鸡卵糕。也等坐甲情人节大月的时阵，迄不良品坐甲会使搁炸转去食呢。逐个月嘛拢会买足侪种线卖的四手仔，装几箱寄转去台湾，互厝里的人甲朋友。迄一年的经验真正是足难忘的。这是我当初时咧做3工的工厂网站，互恁看一下。上尾希望新的一季顺顺利利、欢欢喜喜，后边来赶紧恢复健康。安尼恁才会使出差，阮才会当听到恁出差趣味的代志甲访问。希望会当访问美丽台湾，上好会当请因替黑白边设计一段漫才，互恁2个来表演一下。我是李世祥的爸爸，多谢。哦，你是安怎无伫遐做工课啦？迄间巧克力豆做介食呢？也有是好食呢。我无食过，你无食过？你无食过怎走？我就无去乌萨卡。毋免去乌萨卡，日本嘛有无？哦，我跟你讲，我也无去过乌萨卡，我是去口凯岛买。哦，是哦。对，我跟你讲，伊有一个物件都好食呢。伊有一个就是马铃薯片混巧克力豆。我以前想讲，即种物件哪有人要食啦？马铃薯片就是爱食咸的。对，结果即个咸的去搞即个咸甜啊，咸甜。对，哇！佮下面就是你煎马铃薯片，冰冰竟然嘛好食。啊，是哦。magic。你啥物去日本啊？好炸一个。我跟你讲，一箍300几箍。你嘛知影我即个人有无？嘿，300几箍我根本就袂买了。我一届了掉咧，只要有人去，我拢会讲甲我买1箍啊。哦，是哦。我袂用拿出去，我讲买啥物件买迄1箍就好啊。啊，但是我1箍差不多食一届了，差不多要过半年1年，我才搁想要食。所以迄日本四界拢买有。对，机场拢有，坐飞机进前登机迄个所在，较大的机场拢有。哦。对，伊一般就是即个品牌，伊有一柜伫遐。伊平常时较有名是迄个巧克力豆啊、拿装啊，安尼一块一块。哦，我知。一般人拢会互你签一块喎，啊，伊就是用一个足细界迄种迄冰冰迄个茶啊，甲伊炸转来。哦。我迄当阵想讲啊，我去口凯都毋知要买啥，看迄物件，捌食过呢。无哦，去直接甲你调咧，中毒呢。那安尼啊，李翔啊，李翔爸爸，安尼叫起来都无礼貌呢。李是翔，我无迄个意思啊。据爸爸，你敢会使？佮去找看恁兜佫有无？爱叫我去用过去啊！嘿，没过啊久啊，囡仔拢出事啊！听讲恁若有去日本佚佗，还是讲恁朋友有去日本佚佗吼，爱记买这物件来食看卖哦，真趣味。但是即间的巧克力豆，伊的迄期限拢足短，你买倒差不多1礼拜就无啊。安尼较青啊！我们之前有请迄代购去买有无？对。啊，伊买倒差不多到你的手出2工，啊，水甲食掉诶。对，因为寄马铃薯片啊。你放伤久有一个油爱味啊，对。啊，你油爱味佮拄着巧克力豆的时阵，惊死人！哎呦，你迄300几箍就乌有去，搭落水底啊！有影。甘愿我食落去啊，放出来去买汤嘛，毋通搭落本所当在嘛。对，水甲食掉去。好啦，这个美迪阮有你安排啊吼，有熟悉美迪的人去甲因讲者啊。无啦，阮家己有吹因啊，你莫安尼啦，讲笑诶哈，你莫伫吹好无？哈，阮安排一个啦。我嘛就想要吹因呢。哦，但是我做紧张诶，因若来设计一啥物奇怪单啊，互咱死啊！我会紧张呢，尽量啦吼。啊，咱4个人即间毋都变去啊？有可能哦。互因2个表演就好啊，咱迄工是毋是咱2个会使莫讲话？会当点呢，互因表演。对，但是你是谁诶爸爸？你无讲着你进前去种第1季、第2季诶时阵，白边诶荷包啊，啥物？有一个人拢会讲一个，每一个听众拢爱讲一届哦。啊，因为空空去听诶时阵，伊有甲伊诶心得讲出来啊。因为另外一集诶小编听你讲内底啊，就会讲着空空去听伊早下啊，伊会指点讲啥物倒一集安怎啊。
对无？你是谁爸爸，你嘛会使做即件代志哦。我期待你会阁下来哦，看你是要讲伊蚵仔包啊、薯包啊，是啥物？今拢是番薯啊，就是要番薯啊。你是谁爸爸，嘛会当讲一下黑边的啦，无一定爱讲白边的啦。无要紧啊，白边、黑边会使讲啦吼，大家紧来甲阮讲哦。好啦，安尼要后一位啊。好，请后一位是台南的星爷。星爷，嘿，细汉的时阵，我会早阮妈妈互我大大的5箍去柑仔店抽绿豆糕，拢总有种超级好食的，而且佫爱配一罐阿婆水，嘛有人讲是阿婆药，哈哈哈，有够爽快的。虽然大汉了嘛会去要来食，毋过就是感觉减一味。另外，阿婆水都爱认明这是好啉的阿婆水。我是星爷，多谢。所以是阿婆水我无啉过呢。我嘛无啉过，但是我有去倒去查资料。嘿，伊讲，即个阿婆就是阿普鲁阿普鲁是阿婆捧果诶，日本话对。所以是捧果水的意思。但是伊讲内底无碰果，哈，就是迄个色水啊，敢有气泡？无哈，嘛无泡，所以是果汁。无算是果汁，因为无果汁伫内底。生涯你会当就是较伊讲详细，啉起来敢若迄嘿较早毋是咧卖迄清冰嘿，金蕉油、金蕉水，对，迄个气味。是哦。嘿，台边都有迄即个物件，寄来阮护理钱啊，替阮买一个。那像台南才买有。哈，啊，咱去台南出差，咱无买着。啊，搁要去台南出差啊？哟，真远啦！大家去台南敢有别项哈？你是想咧等人去出差？你先甲阮买2罐夹起来。好，再来是加拿大的伊芙琳，伊芙琳是迄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伊芙琳，是迄个伊芙琳我吼。毋知。伊讲伊上爱食的是卡球巧克力豆，伊早去柑仔店会买。即摆转去台中有经过一间柑仔店，就买一包来怀念一个。哦，即个卡球巧克力豆若藏足久的时阵会足歹食的哦。诶，无好食，无好食。你敢知影？伊毋是叫卡球巧克力豆，啊，无叫啥？伊叫哈哈球，我哪就有听过呢？伊的本名。啊，像知影？要去倒看？我就好奇伊迄外包装嘿拢用，甲拍落去 Google，所以伊就是叫伊的产品的名就叫哈哈球。哦，安尼敢是一种拍广告，但是我是一种拍广告。你安尼是该避掉啊？听没有？数字个比者，听没有？但是想讲啥物球，我拢避掉。毋知在讲啥。袂啦，球咱也无讲品牌啊。听没有？想要知影是啥，家己去查啊。哦，咱今日念做这物件的呢。对啊，趣味。啊，还有迄啦，细汉时都会买一个10块还是20块的巧克力豆，一架一架有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大汉了有去买呢，那歹食啊，变做甜的感觉。就是一种做俗的味。对有咧，有食过有一个油的味，你知无？嘿啊，伊早拢10箍尔。伊怎会甲伊扬起啊？甲伊包物件无？啊，去做啥物型的？我送互别人安尼啊，人情巧克力豆安尼。啊，你这功夫哦。对啊，细汉时阵毋捌代志啊。你问阮老母，阮兜佫有迄模型哦，迄数字的啊。譬如讲你生日是当时，我做一排哇，啊你生日啊寄互你啊。哎哟，这有心哦。即摆无啊啦吼，我的真心已经伫咧少年的时阵已经毁掉，都已经扬起啊。所以即摆是一个无心的人。啊，我佫有介意食迄啦。啥？我甲空空共款介意食海味的，海味的。有一种迄鱼啊有无？嘿面顶有水迄糖粉的，你有无食过？啊，鱼鱼皮哦。对，鱼仔型的啊，啊拢啊，鱼啊鱼。鱼啊，看鱼啊，伫遐收来收去，迄个鱼啊，迄毋是一片长长四角的迄种。毋是啊，有2种啊，哦是哦。长长的啊，佫有鱼仔的，我感觉鱼仔会较好食。哦，我无食过。对，啊，佫有迄有大猪公吼，敢是叫大猪公？哦，对对就是对对对。细细角角红的，啊有水糖粉的，就是只要是迄就是迄只要有糖粉的拢好食。但是阮朋友是另外一派的，就是迄淡淡会咸咸的迄派的，我知我知。咸鱼片哦，迄叫咸鱼片哦。迄拢黏黏的。对啊，我无手会介意。黏黏，但是伊讲迄就是安尼甘甘啊，有迄糖的味，嘿。咸咸甜甜，食起来我毋知伤复杂吧，我无法度。阮兜附近的柑仔店有伫卖一包10箍，细细包安尼。对对对对对。我就看咱讲食是要讲偌久啊？这就足长的，拢咧讲食的呢。啊，讲一下咸的好啊。好，你讲。我细汉就爱食迄，我要安怎讲？啊哦啊。
中是空的鱼啊，对，外包装是丸啊嘿。外包装是丸啊。对啊，啊，即马拢找无啊，听讲停产啊，我跟你讲有一个替代品，韩国的嘿。对，伊叫红鱼，对，我定定买。你是较该食蓝的，是食红的？应该是红的。感觉色。好，安尼咱是共派的，暂时会使个爱你一点嘛。我想讲哪个走哦。听没有？你是毋听无？我跟你讲啥无要紧啊。若听话的人甲阮讲，你有介意食这个物件，啊，若听无，你会使 IG 传迄我看过烧掉迄，阮才传互你呢。啊，佮迄数字飞轮机迄咸咸的迄饼，我嘛就爱食的。我跟你讲，我买迄种饼足麻烦呢。为虾米？你爱拣吼？毋是，因为你讲拣数字啊，人要变态啦。拣出来食毋呢？是，我拢要食第二个啊，其他我袂食。安尼迄包饼无通食。迄剩的互我都食。毋是，我跟你讲，我若是有迄种饼，我拢爱甲烘过，为虾米？因为甲烘有较臭味大，较芳，会较酥。烘过头无？有条只会啊，但是因为我就是介意食臭味大的物件，所以我嘛是赶快甲食掉。哦，安尼有介物件臭味大拢互你食。好，无问题。我食烟肠拢食迄乌乌迄种诶。一定该有讲，头尾上介意。对啊，上好食，你知无？咱是毋是超过时间啊？咱今日 NG 遐长着，佮一直讲落去。哦，安尼来收尾好无啊，紧收紧，讲袂完呢。对啊，讲着食诶物件，就是安尼一直讲落去哈。听面阮若是有唠到，水暖拢要流出来。嘴拢害去啊。听面阮若是有唠到啥物食诶物件无讲着，还是讲你有啥物其他食诶物件，嘛会使补充互阮哦。有想要补充，继续来留话。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要批信，做伙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多谢大家努力。创啥困哦？即摆有音乐啊！你搁要啥啊？你搁要讲无？你无讲，但是要开笑，你搁讲啊？毋管是游戏师、帅戏师、帅戏师破音，听有听？因为你嘴有问题啊！阿爸，你是安怎都要买？因为呢？你听给人叫我声。有诶，迄口味可能是配合。配合，你想想陪你讲啊！我细汉时较爱食咸诶，我有注意到，你个唔出来，真歹啊！对细汉到大汉，你做咸的，你今天做咸的，啉凉诶，你头美人啊！阮兜诶地果会当泡出足好啉诶，毋是。阮啥啦？你讲，你就想那就是要啉茶呀，嘴大呀，嘴大啊！心抢，先抢，我在跟你抢哦！你们要侮辱别人的好食的物件无？啊！你就想哦，我画袂出来。欢喜拍步啊！你到底是办啦？伊甲你讲毛酒，你就是一定要表演互伊看就对啊！你这偏心吗？你这偏心吗？欢喜拍扑啊！欢迎黑边白边转来爬分咯。你搞你涂骹白哦。心情无好的时阵，大家食一粒糖啊。生活是甜的，未来嘛是甜的啊。哦，是安尼啊。哎，我无讲唔对就对啊。安尼恁才会猜出，我是想要无想要出菜。巧克力就是爱食甜的，番薯片不是番薯片。啊，伊个冰落了，你袂使放伤久，因为你迄煮番薯。我不爱吃番薯。边的啦，耳边的娃包可以，不。啊，鱼啊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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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鱼。哎呦，看到底是创啥？北边笑到无头主持啊！鱼啊行。诶，你头拄仔讲迄马铃薯片，迄巧克力豆，嘿，迄是啥物牌子啊？我是啥？但是人迄是，哦哟，那我个认真看者，无共款呢，英文无共，我共看着 ROY。
无念出来啊，我甲看到 ROY 咧，我就认为是啊。厉害我即摆认啊真看者是无共款咧。厉害啊你好！啊，当作啥物无讲啊吼，坑里 NG 应该是无人听啦，但咱给 NG 都精彩的呢。是的哦，听一下啦是，的哦，无读册哦。我唔对去，拜拜。再会，然后伫咧即个所在做工课的人，过来我家。真好意思。拜拜。